台湾文旦经过2年，总算有机会去销去中国。不过，伫咧花莲的产地，即马佫出现灰沙这种白塘海，更加施交出去，佫互人拍倒转来。这个政府是呼吁农民爱赶紧防治。花莲县府最近伫玉里地区进行油仔园的检测的时，发现有部分区域的文旦叶开始出现刺尾加过的云。这个云虽然伫结果子初期真歹发现，不过伫果子发大粒了后，果子皮表面就会出现落落的黄斑。卖相不好而已。可是你现在的消费者观念都是以视觉为第一。大概有多少受到影响的？因为多多少少都有哈。很多这样。你有看到的时候，大家都已经喷农药了。OK。目前已经有发现刺尾的文旦产区，主要分布伫水乡、玉里镇、甲凤林镇。县府烦恼族群会因为曝日甲气温增加快速增长，伊咱的农业处已经设6个监测点。像是玉里跟瑞穗，在幼园有设置小黄蓟马的主动调查监测点，然后利用黄色粘虫子引诱小黄蓟马，然后我们再计算它的虫数，然后目前我们发现小黄蓟马虫数数量是有上升的。然后现在又刚好是柚子的柚果期，因为花莲的文旦已经有2年无外销到中国，今年真无简单有机会销过去。县府烦恼荷塘加过的文旦，偏向未来伫出口的时会互中国摕回来。建议农民会当修剪果子的树尾，荷塘无法度米伫内底。相关的用药甲防治技术的问题，会当找县府动植物防疫所或者是花莲农改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